方就是敵軍軍營，軍營之內有不少糧草，想我方糧草短缺，可不趁今夜月黑風高，我與你吞盡敵營，盜取糧草，呢度如何？勇往直前。好多時粵劇演員好似某程度同當下當代有少少距離，程式化咗嘅表演，如果放之於當下，佢喺我哋嘅世界，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世界，究竟係點生存㗎？用一個咁樣嘅思維去創作同埋進入個角色，等佢呢一個角色係真係同我哋今時今日嘅觀眾能夠連接，令觀眾覺得佢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，佢只不過表現出嚟就係有一個粵劇嘅 form 啫。點可以隨隨便便來派贈？係我辛辛苦苦嘅血汗錢。唉，我係姚潤敏，喺今次亞西的跨啦啦救國夢嘅戲劇表演指導。今次咧好開心啦，有機會同 Mo Sir 一齊合作喺呢一個匯報展演裏面咧，可以同好多唔同嘅演員，包括戲曲嘅演員啦，同埋戲劇嘅演員啦，一齊交流。今次 Mo Sir 揀咗一個德國嘅劇本，布萊希特先生嘅《亞西的救國夢》作為劇本嘅藍圖一個基礎，去做一個粵劇嘅改編。因為粵劇咧係一個嗰個形式好強烈，已經建立得好成熟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。而戲劇咧好多時我哋即係現代戲劇啦，講求寫實嘅一種觀察，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強調個角色內心嘅一種演化。例如啊，喺一種好困難嘅狀態裏面，觀眾會去同情佢，甚至會去延伸觀眾嘅一種思考。哎呀，點解呢個人活得咁困難啊？咁樣，所以對觀眾嚟講係講求佢哋一種對當下嘅啟發。咁所以咧就會形成兩種喺表演風格上面好唔一樣嘅表演藝術啦。所因何事如斯動怒啊？主上，官臣讓太公擔任火燒祭專廠，還盜取糧食，罪惡難當啊！罪惡難當啊！通過同呢啲戲曲演員嘅一啲戲劇嘅練習啦，我覺得佢哋嘅掌握能力係好快嘅。佢哋最年青新進嘅一班粵劇嘅演員啦，雖然嗰個係一個原身係一個德國劇本嚇，但係佢哋對劇本裡面講緊嘅內容嗰啲人物嘅經歷，佢哋係好有同理心同埋嗰個共情能力都係好強嘅呢班演員，所以佢哋能夠創造到嗰個角色需要嘅一個進程，然之後用佢哋最耍家嘅戲曲嘅一個表演手法呈現出嚟，我相信觀眾一定會覺得喺睇嘅時候好滿足啊，因為有好精彩嘅粵劇表演睇到，又會俾到現代人睇戲嘅時候需要嘅嗰種啟發。我希望佢哋見到嘅唔係再係去分嘢啊！我睇緊嘅而家呢段戲咧就係戲劇啊！我睇緊呢段戲咧就係粵曲啦咁樣，佢哋應該係分唔到嘅。今日既已山窮水盡，還有何辦法？主上莫要灰心，尚有巨大兵器候主上差遣啊！朕即刻調動所有嘅居駕與兵器，你睇朕打點除白神令子。成個賽馬會嘅一個戲劇嘅研究，可以俾到一個咁嘅空間，包括時間，包括裡面能夠匯集到嘅人才，讓香港嘅，我覺得唔單止係粵劇添，甚至我覺得肯定嘅就係香港嘅戲劇，因為今次好多戲劇演員嘅參演，佢哋都會將呢一種
探索精神咧 spread out 開去嘅。其實戲劇唔係一定要分乜嘢嘅形式形態，佢裡面嘅內核精神，佢嗰種普世價值其實係一致嘅。所有嘅藝術，我覺得都係有共通點嘅咯。